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嚟到中文科最超嘅一課，莊子嘅逍遙遊。我哋知道讀莊子好似坐住一部時光機，穿梭到戰國時代，聽住佢同佢個老友衛斯展開一場又生動又機智嘅哲學大辯論。呢課節錄嘅主旨好簡單，就係要同我哋講用大與無用之用嘅意義，教我哋點樣突破世俗嘅睇法，達到悠遊自得、閒放不拘嘅逍遙境界。今日學習重點，點樣突破你個蓬之心，變身用大高手。第一回合大葫蘆嘅啟示。首先，莊子同衛斯討論嘅係一個大葫蘆瓜。衛斯個觀點好實際，佢話魏王送佢一個大壺種子，種出嚟嘅瓜大到可以容納5石嘅嘢，但係衛斯認為佢根本大而無用。想盛水，佢太唔堅固，承受唔到水嘅重量，提唔起來。想切開做薯子，佢又大又平淺，根本裝唔到幾多嘢。所以衛斯一怒之下將個大壺打爛咗。莊子聽到之後即刻笑佢不善於運用大嘅物件。莊子反問佢：你點解唔諗下將呢個大壺用繩結綁喺腰間，當做腰舟，浮游喺江湖之上呢？咁樣咪將大壺體積大、中空嘅特性用得其所。莊子更直接批評衛斯：猶有蓬之心也夫。呢個蓬之心係乜嘢意思呢？蚌係一種蜷曲不直嘅草。莊子用佢比喻衛斯思想閉塞，不能通達事理，只係局限喺世俗嘅觀念，覺得葫蘆只可以盛水或者做桌子。莊子用呢個對話教我哋嘅第一課係要突破固有思維，靈活變通，先可以將事物用得其所。為咗加強說服力，莊子講咗一個著名嘅寓言不歸手之藥嘅故事。宋國有戶人善於製造防止手部皮膚凍裂嘅藥方，佢哋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棉水為職業，只懂得用呢個藥方嚟保護自己漂洗棉水。有個客人用白金買咗呢個藥方，佢將藥方獻俾吳王，用嚟幫助吳國軍隊喺冬天打水戰時手唔會凍裂。結果吳軍大敗越國，呢個客人就獲賜土地。莊子強調，能不歸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並辟放，則所用之異也。藥方雖然係一樣，但因為運用方法唔同，帶嚟嘅結果就截然不同。衛斯就好似嗰個宋人，唔識變通，被世俗觀念局限，浪費咗大壺嘅大用。只有擺脫世俗成見，順應事物本質，先能發揮事物嘅大用。衛斯唔服輸，又舉咗第二個例子，大書樹，一種木質粗劣嘅落葉喬木。衛斯話：我有一棵大樹，人人都叫佢做書，佢嘅特點係樹幹上多臃腫，唔符合木工畫直線嘅成墨標準，細枝蜷縮彎曲，唔符合做圓形或方形嘅規矩，所以佢生長喺路邊，連木匠都唔睇佢一眼。衛斯再將矛頭指向莊子：你嘅言論就似呢棵大樹一樣，大而冇用，人人都會捨棄。莊子接招，但佢唔係話棵樹有用，反而係講冇用之用嘅道理。佢用咗一對鮮明嘅對比嚟反駁黃鼠狼同埋犁牛。黃鼠狼，一般人認為佢靈巧敏捷，會低身埋伏，東西跳躍，善於部署，係有用。但莊子認為，正因為佢有用，所以佢活躍，結果容易踏中捕獸嘅機關，死喺網羅之中。道理就係，世俗追求嘅有用會帶嚟禍患。犁牛，一般人認為佢身體龐大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，用咗跨式手法，但佢不能夠捉老鼠，係冇用。但莊子認為，正因為佢冇用，佢唔會被世俗嘅機關所困，得以喺山林中活下嚟。道理就係無用能遠離禍害，保存本性同生命。莊子以此反駁衛斯：你擔心大樹無用，點解唔將佢種喺虛矽嘅鄉土、遼闊嘅曠野呢？咁樣棵樹就唔會遭受斧頭砍伐，冇嘢可以傷害佢。人哋仲可以喺樹旁無所事事咁徘徊，喺樹下悠遊自在咁躺臥。因此大樹雖然喺世俗眼中係無所可用，但佢因此得以保存生命，免於受損，呢個先至係對佢自己而言嘅大用。
莊子最後用咗一個反問句總結呢個道理：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冇地方可以用得着，又有乜嘢困苦艱難呢？呢個有力地肯定咗無用之用嘅價值，令人不容置辯。各位同學，逍遙遊呢課文就係透過惠施同莊子嘅兩段對話，帶出一個核心思想：第一，要靈活變通，擺脫成見，唔好被世俗對事物有用嘅標準框住，要睇清事物本身嘅特性，發掘佢哋嘅大用。第二，要明白無用之用方為大用，世俗追求嘅有用，好可能反而為自己帶嚟禍患，好似黃鼠狼，而看似冇用嘅事物，卻可以全身遠禍，保存本性。我哋莊子嘅文章寫作手法非常出色，對話睇莊子同惠施嘅討論針鋒相對，好似睇緊一場精彩嘅辯論咁，充滿趣味。寓言，比如話你好似不歸手之曰，離與離牛同埋大書，將抽象嘅哲理講得生動具體，修辭技巧誇張，離牛大約誰天之云，對比反問對偶等等，令文章語言優美，意境深遠。喺而家競爭咁激烈嘅香港社會，大家可能會覺得一定要做個有用嘅人，例如成績優異，考入神科。但莊子提醒我哋，如果盲目追求世俗嘅有用，可能會導致身心俱疲。我哋應該學識分辨小用同大用，適當放下執着，追求心境嘅豁達，順應自然，咁先可以達到真正精神自由嘅逍遙境界。就好似一棵野草，如果佢生長喺路邊，大家可能會覺得佢冇用，但正因為佢唔係名貴藥材，亦唔係良木，所以佢可以免受採摘同砍伐，自由自在地生長，享受天年。呢就係佢獨有嘅大用。希望大家讀完呢課都可以學習到莊子嘅智慧，用一個更廣闊、更超脫嘅角度去睇待自己同世界。下次見。